有大只霸王龙、过弯龙，都含三角龙拢出现啊！这毋是伫咧电影院，是伫咧台中大溪。50多只的恐龙就会出现伫咧一间亲子乐园内底，真侪囡仔拢是为着因来的。有的囡仔阁有惊甲大声骂骂吼。我会动。啊，你会不会怕怕？不会。乐园业者开真侪钱，因来恐龙，不管是体型、皮肤，或者是吼的声音，拢足成的。到达远火关山造景，就亲像来到电影的剧情内底。做得很像啊，所以他们以前都是在百科全书看到，现在可以直接看到比较真实的这样子。真侪只恐龙做一摆伫咧台中乐园出现，除了会当互恐龙的买将甲因walk近接触，嘛有大人囡仔来到这学到真侪恐龙的知识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